我去唔同嘅地方呢，其實唔同嘅文化，即係刺激到我嗰個嘅創作。所以我話呢，依家我嘅風格係咩呢？冇風格就係我嘅風格。即係你可以好多唔同嘅風格其實就冇被嗰個某一種嘅風格限制住。所以我話咧，呢個咧就係受李小龍所影響嘅。李小龍佢要打破即係中國功夫嘅門派，所以佢成立咗呢個嘅截拳道。咁佢話咩啊？以無法為有法以無法為有法喎。咁所以咧，我依家咧就係以冇風格為風格。嗰個風格就係冇風格，即係唔受任何一種嘅風格去影響。譬如呢首歌，佢帶一啲日本嘅風味，有啲咧我就係即係中國五星音階嗰啲。咁啊，另外咧有啲粵劇又有，古典音樂又有，歌劇最近喺澳門嗰度都有。咁啊，巴基斯坦又有，蒙古歌又有。咁所以咧就好多唔同嘅即係風格混合埋一齊。咁所以呢個咧，你話可以話一個和你癲嘅風格，咁又得喎，即係顛覆咗某一種風格嘅風格。李小龍就係咁啦，佢打破咗中國功夫嘅門派，